台北家有一个受刑人争取家己在家也是会当投票的权利，提出行政诉讼。目前法院已假处分，爱选务机关设立投票所。民间团体认为讲，互受刑人会当行使投票权，对因出狱了后呢，重新加入社会是有帮助的。伊也认为讲，即摆假处分，若会当互这户口点伫咧台北家的受刑人听好投票，落尾也会影响到其他家相关案件，互户口伫咧家的受刑人拢会当投票。标起一张投袂出去的票，点出受刑人无法度投票的状况。当机关注检索受刑人的民间团体，当咧举办展览，互大家认捌这个人权议题。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假处分，爱桃园市选委会伫台北家设立投票所。民间团体表示，互受刑人通投票，会使帮助因回归社会。因为犯法的代志，伊都有规定讲吼，袂使吼去做候选人，袂使去做公职。啊，毋过伊伫2005年刑法修正时，褫夺公权的一定甲迄个免投票这件代志，一定摕掉啊，复执到伊的监狱内底。所以讲，伊无一个法律会禁止他。啊，这个就是宪法保障的犯过错的人，伊有一个机会，会咱讲重新跟咱的公民社会做一个连接的话吼。啊，伊刷落来，转来的路就会较顺。根据统计，全台的受刑人有55000人左右，有我一成的人有甲户口刷到家己店的感觉。伫美国、韩国这些国家，也已经拢有受刑人通投票的措施。当去推动司法改革的民间司改会对此表示支持，也讲这个假处分裁定有机会通互全台户口点伫咧感觉的受刑人拢通投票。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受刑人，就是除了自由被剥夺之外，其他的权利就不应该被阻止。当然也是希望说这个假处分可以同时影响到，不管是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别的合议庭的看法，或者是乃至于可能其他法院的看法。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这个见解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受刑人投票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的假处分，伫行政诉讼确定进前拢有效。检索关注小组甲民间司改会认为，就算行到行政诉讼，这摆案件因为理由充分，胜诉的机会也是真大。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